各位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24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新闻一开始，咱先赶紧来关心风台杜苏芮上新的消息。气象局预告，这个风台会对台湾造成部分的影响，今仔日开始就会开始落雨。若拜三拜四受到这个风台的影响是上大的，全台湾拢要注意会透大风、落大雨，提醒民众都要先做防灾的准备。第5号风台杜苏芮离台湾差不多1100公里左右，暴风半径继续扩大，继续向西北西行。有5摆去了后，会转向西北边，慢慢接近台湾。目前的路径，风台可能在台湾东南边定了，未来太平洋高压势力会左右风台位置，也有变数。相近第半夜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拜日海陆警报最缓。26、27的时候呢，其实是台风的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如果台风的路径比较北边的话，连北部、东北部的影响也会加剧，一定要特别注意。杜苏芮目前强度也在增强，接近台湾的时阵，可能已经发展到中度风台上限。有5拜日下晡，这方面东半部就会因为外围云系接近，开始有短暂阵雨。拜三风台环流接近，一直到拜四风台通过。雨由东向西愈来愈大，滨海风强应大是风台影响上明显的时间。在东台湾甲高屏地区，雨会愈较大。23甲27吼，咱来看吼，然后宜兰花莲附近吼，甲花莲、台东、高雄、屏东遮雨真济。风台差不多2倍吼，就走去咱的台湾的台湾海峡遮咯。气象专家提醒，这2天依然要密切观察风台路线。若小可往北平对北部东半部的冲击就会更较大，民众要先做好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风台就要来啊！今仔日的天气同款是真烧热。气象局针对12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警示。咱做伙来看分图。今年的第5号风台杜苏芮，阁继续伫咧增强。目前伫咧鹅銮鼻东南边的海面，以每点钟8公里的速度向西北咧行。目前风台路线是驶向较南边，所以预估是未定了。也若上大强度会甲中度风台上限。虽然风台就要来啊，不过各地也是高温烧热的天气。气象局针对12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警示。今仔日台湾东半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过道会有雷公雨。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为明仔透早开始，东南部海面平均的风会增强到7级至8级，若上大的阵风是会到10级。巴士海峡上大的阵风是会到17级。风台就要来啊！各地农民甲渔民拢赶紧伫咧做防灾的准备。伫咧家己的布地都有饲蚵仔的人，赶紧甲蚵仔病拖转去，较袂去互风影拍去。若伫咧森林嘛有种木果的农民，伫咧固定芒仔树也有树丛，希望会当尽量减少损失。饲蚵仔的人将鱼竿外口蚵仔皮拖转个鱼竿内底，再去绑索啊固定。风台杜苏芮一步一步逼近台湾，家己当少的饲蚵仔人，拢真注意，烦恼若是大影节来，蚵仔甲蚵仔皮拢互大水冲走。礼拜早起饲蚵仔人也赶紧出海去捡蚵仔咯。固定捡偌济，嘛无得捡伤济，人咧有限的啦。哦。摆再偌济嘛有限的。那饲蚵仔人烦恼，种果子的人也必须考验。森林接木果农民赶紧到果子园用竹篙甲木果树拔掉咧，因为木果较重。若是风雨伤大，毋若落久，可能连木果树规丛拢互风吹倒去。木果啊拄好栽，无土落雨落吼，土软吼，落大雨，土软的木果生一摆吼，会翘起啦，会倒去啊。另外，台南大内油来啊，正要大出，不过油来啊树滚较浅，袂堪要雨水长期一直浸。农民只好加强来防范，希望甲灾情降到上低。因为我们是丘陵地，所以你的那个沟渠一定要排水一定要做好，这个是最基本的。然后如果能更细心一点，你可以做一些铁架稳定树枝。另外，这个举行的汉光39号实兵操演，演习计划可能受到风台影响。国防部讲，因应实兵演习甲灾害防救的需要。国公已经明确订定相关应变的计划，会继续掌握天气的动态，并且依照风台警报发布状况来调整参演的部队甲灾防的兵力。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来看政治的消息，国民党昨晚办全代会，
是正式定调新北市长侯友宜选2024年的总统。当当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去到现场的时阵，侯友宜是随个淡的，而且甲伊回实的。伊讲4年前韩国瑜伫咧选举的过程当中，伊做了无够，即届伊甲韩国瑜要为守护中华民国做伙来拍拼。新时代金镜头送来揽调咧，展现满满的心意。国民党全代会侯友宜提前伫门外来迎接，也当面向韩国瑜谢谢礼。不过侯友宜民调继续增加，也引发基层着急佮烦恼。再去现场就有真侪韩国瑜的支持者，大欢爱韩国瑜选总统。在4年前，他在选举的过程当中，侯友宜做了无够，他对也真歹势。所以我两个斗阵行，斗阵拼。过中华民国过台湾这个土地，我们一定要让贪污腐败、谋财害命的民进党，在中国国民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先生的领导之下，下架民进党。两个人大和解揽调咧，韩国瑜也许下3个愿望，包含中华民国国运昌隆、两岸和平交流、永远没有战争等。全代会正式通过定调侯友宜为国民党2024总统参选人，助力轮化是爱团结在野，做执政大联盟。让我们非绿能够大同盟、大联盟。未来执政之后，我们还要大家共同建立一个和平、安定、公平、正义的执政大联盟。侯友宜是表示会团结所有人的力量，既然互相的信念是共款，就要团结社会。不过全代会部分支持各代表的议长甲法律官长迄今为拢无出现，后续国民党整合必须关注。记者综合报道。昨天国民党正式通过提名侯友宜参选总统的时阵，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伫咧人面册强调讲，真实的民意永远大过党意，伊袂互支持者失望。昨天下晡，伊嘛有去花莲，伫咧国民党立委鲍坤基等人的陪同之下，参加当地丰年节。也若对选战的议题，伊是无要回答。得到当地原住民的传统舞蹈节奏，更正卡做阵跳。鸿海创办人郭台铭23到花莲，行程正轻松。伫咧国民党举行全代会同一个时间，郭台铭伫咧 FB 发文讲，真正的民意永远大过党意，强调一定袂互大家失望，会互大选加政治带来新的风格，互大家认为伊是要参选到底。我到花莲去参加活动，我想回来再给大家报告，好不好？谢谢大家。这就算是类参选吗？谢谢大家。花莲县长徐正伟早起无去国民党全代会，一路到红赛国民党立委霍坤基亲自接待郭台铭，民众也热烈的欢迎。敢若是要行到丰年节的舞台，就行半点钟。台湾文明，台湾之光，让台湾走向世界。我很少听他支持讲话，他每次到每个地方都很抗拒支持，因为他会做事，台湾人民基高做代志。郭台铭伫咧花莲时阵，对敏感的问题拢无回答，究竟是毋是要参选？大家拢伫咧摇，也等咧要看。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嘛是选战的消息，民进党罗清德昨天去苗栗参加全国客家青年座谈会，伊答应讲会继续来推动地方创新。也若民众党高文哲针对国民党朱立伦话讲要做执政大联盟的讲法，高文哲讲要是爱价值。政策也有理念下，才合作。被政治控制苏总统大选，民进党总统参选人罗清德到苗栗参加全国客家青年座谈会，听基层声音甲青年团队交流，承诺若当选总统会继续推动地方创新。国家级的地方创生政策是我担任行政院长提出来，如果我担任总统，自然而然会持续推广地方创生。罗清德下晡连两场奥运会拢伫台中成立，一支由百工百业成功票源。另外，民众党郭文哲也亲走中南部，继续开拓票源。到屏东高雄参加两场选特自由会成立大会，强化组织陆战，针对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发出执政大联盟，官体表示，也是要价值政策理念有下才能合作。我相信在
国会3党不过半的机会很高的，还是要价值啊、政策啊、理念的相合的，所以这一方面的讨论应该要再多一点。屏东选择自由会成立大会，国体亲信罗南受基号召支持者用联合政府团结台湾做口号，要为台湾向南边出发上北，翻转台湾历史。对比列岛电子报董事长高祖嘉进前批评民众党下未过罗水溪讲法，国体回击不止下过罗水溪，更下过高屏溪。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去年第4季全国新起的患处累计有82000多户，是12年来统计的新高。也就是每2.2户的患处都有1户符合囤房税扣税对象。囤房税2.0的收法若是通过，房屋税会对3.6%抓悬到4.8%。咱来看联合报。官兵封闭金会昨昏进行全面北部超音波检查，计共有4663个人完成检查。结果发现讲，官包邮的比例是占1半以上，甲30年前来比是增加了2成。而且检验发现讲，伫婚林验出官包邮的民众有甲73%，比例是上悬的；那金门是38%，比例占上低。再来，咱来看中国时报。国军汉光39号实兵演习，为今仔日开始连续5天。演习的科目大幅度增加民间重大基础关键设施的防卫推演，会当讲是汉光演习办39年来上瓦近实践的一届。那办案演习是为今仔日开始到27，伫全台湾各县市轮流进行。那时间是伫咧下晡1点半到2点，到时民众会听到警报声，而且嘛会做交通的管制。在疫情了后，咱国有真侪民众拢出国佚佗，尤其是去日本。根据日本官方的调查，今年4月份至6月份，都有超过177万台湾的旅客去遐旅游。那消费的金额拢总有甲382亿的台票，排头名。专家讲，台湾人资本都真爱去日本买物件，即阵阁因为日票变较薄，都愈侪人会去日本消费。各式的药妆、生活用品，台湾旅客到日本一定会去药妆店，也爱买小家电。疫情了后，大家拢算消费大会。日本国土交通省观光厅公布今年第2季访日外国旅客消费调查，台湾旅客3个月内总共伫日本开1739亿日票，打败各国观光客，赢美国游客1733亿日票，也比中国甲南韩旅客还佫较高买。疫情后有个比较有趣的变化，那就是在这波日元贬值之下，包括台湾人在内，有不少外国人到日本时会购买精品，甚至是疫情前不太受到青睐的二手精品店，在近期内也都成为外国人的重点购物行程。根据观光局统计，今年1月到5月，民众出国到日本上多有140多万人，再来是到中国甲南韩。东南亚地区是越南甲泰国也真受欢迎，当地旅游的所在是以美国上热门。观光局讲，疫情了后，希望甲他国的旅游往来会更加小路，尤其是对着日本，咱国出境较多，对方入境相对较少。对5月开始就去日本参加疫情了后的头一摆旅游展览。在地的一些旅展在地的推广会来推展台湾的观光，那同时也邀请 KOL 到台湾来进行拍摄，希望透过相关的各种的行销的手法，能够吸引更多的日本旅客。到7月2日，咱国已经接今年第300万位观光客来台湾。观光局继续针对行程4点钟到6点钟内底邻近的国家来推销台湾旅游，也继续来诱长程的旅客，希望提早达成今年600万观光客来台目标。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欧洲国家丹麦甲瑞典，前一阵仔有人烧伊斯兰教的古兰经，是引起真侪伊斯兰国家的不满。有伊拉克的穆斯林就去街仔路抗议示威，搁要弄入去丹麦大使馆，袂手是去互伊拉克的安全部队赶走。示威民众呐喊口号，呐动手烧瑞典的国旗。欧洲国家瑞典正有反伊斯兰教的抗议者，申请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伊拉克大使馆外口烧古兰经，得到瑞典警方许可。虽然抗议活动并无真正甲经文烧掉，也毋过经文互抗议者打伫脚底。
佮破坏部分的经文，引起伊拉克的教徒不满，弄入去瑞典自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大使馆闹事放火，嘛互伊拉克当局调回驻瑞典的代办，佮伫20个瑞典大使赶出国土。ونحن واقفين ضد كل شيء عم بيصير بالسويد ضد القرآن الكريم وضد اللي عم بتوافق عليه الدولة السويدية ونطالب العالم كله والعالم العربي تحديدا والإسلامي بسحب سفرائه كلها من السويد وإعادتهم على دولهم ووقف التعامل مع السويد。事发了后，另外一个欧洲国家丹麦嘛发生极端民主主义的团体丹麦爱国者伫首都哥本哈根的伊拉克大使馆外口，甲古兰经烧掉，佫一摆引起伊拉克教徒的愤慨，组织伫首都巴格达示威游行。مظاهرات استنكار على حرق هذا اللي ملعون اللي يسمونه باسم مونيكا ما اعرف شنو اللي حرق القرآن واليوم هي تكررت بالدنمارك احنا هذا دستورنا وقرآننا الحكيم。了，抗议者想要去丹麦大使馆抗议，说互伊拉克的安全部队发射催泪弹驱离。沙烏地阿拉伯的外交部伫事發了後，嘛調見瑞典的外交官，批評當局穩准涉毒經文的活動。國際新聞係董炳耀。最近好萊塢是伫大罷工，不過有兩出同一天放送，風格完全無同款的電影《Barbie》也個《Oppenheimer》是搶甲掠袂掉，有袂少影迷是一天看兩出。甚至即馬伫咧網絡頂嘛開始流傳 Oppenheimer， 也就是這兩出電影的合體字。根據美國連鎖電影院 AMC 的數據，一屆買兩出電影票的人數是已經增加3成。因為這種行銷的方式嘛帶來意外效果。Hey Barbie。芭比真人版本的电影是讲芭比甲肯尼离开粉红世界，最近到现实的人生探险。马格罗比甲雷恩葛斯林的演技，也佫有正牙讲女性二队好莱坞的新女导演格丽塔杰为导演编剧，也被演就正轰动。We're in a race against the Nazis, and I know what it means.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製造出核子彈的美國物理學家奧本海默革命的傳記電影，導演是英國的導演克里斯多夫諾蘭，是伫咧講美國的曼哈頓計劃科學家研發出史上第一批核子武器，見證戰場的殘酷本質甲人性的不安。一部伫咧反省戰爭，另外一部是女性的自我探索。即馬網絡頂正流行，同一天連續看這兩部電影。It's a perfect double bill. I think actually start your day with Barbie, then go straight into Oppenheimer, and then Barbie Chaser. 这两部电影的片商，华纳兄弟甲环球电影，甲电影的首映拢定伫咧同一天了，网络就开始出现各种迷因图。两部电影并列的各种 T 恤也卖甲真好，一个人专工翕底片。根据美国连锁影院 AMC 的资料，有售票开始卖到即马，同时买2张票的人数增加超过3成。同一个档期竞争的电影最近拍片的行销策略，伫好莱坞竞争也有过。这边两部电影的风格差遮尔多，讨论度才会遮尔大，喜剧也趁这边的宣传热度，杀出两片合体的视觉图。Are you going to go see Barbie? Of course. 网络时代宣传的手法无任何的规则的人讲，对正想要吸引观众登到电影院的好莱坞来讲，任何一档诱到观众的活动，拢是好的行销。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今仔日国际上还佫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南韩蔚山市一间新种护理设施，20收到一个报告，内底哪像是有有毒的气体。了后，从20到23下晡5点的这段时间，警方拢总接到2000多件收到这种奇怪国际报告的报案。南韩外交部表示，已经有透过驻中国外交机构要求中国都要查核清楚。来看西班牙今仔日提早举行国会大选，在完成95%选票计票了后，就算选前的民调显示，保守派会摕到有9个席次组成政府。西班牙有可能会出现从独裁者博朗哥统治以来，头一个有极右翼参与的政府。不过买手的结果是无任何一个政党或者是阵营摕到绝对多数的席次。来关心意大利，因为路况无好的关系，诚侪游客伫咧使用电动厨房车的时阵，煞是无做保护措施，常常会造成意外。所以，意大利新公路法规会规范电动脚踏车、甲厨房车的使用者，包括爱买保险，也有戴安全帽，按算年底就会生效。卫
为今年2月底恢复港澳居民来台湾自由行了后，台港交流是渐渐回温。台港经济文化合作促进会嘛规划真侪经贸甲文化等等活动，要来提升双边的交流。不过最近却受部分的香港人反映讲，因要申请来台湾，即嘛是愈来愈困难啊！而且因嘛无了解台湾有啥物会当甲因斗相共的管道。球场热身一个准备要开始比赛，大家尤其卡球交流赛23来登场，甲去年4队出席比较，今年参赛队伍是更加多了。如果我们球队就大概1个礼拜踢1次啊，最近就多踢一点，就是练习一下咯。那个时候连直播都没有。对啊，这现在已经直播的比赛非常多。除了卡球比赛，大港经济文化合作促进会也规划经贸甲文化节活动，要来提升大港的交流。只不过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了后，台湾政府一直表示支持香港，不过部分香港人反映，想要搬来台湾困难度真正有点悬。另外，对着成立将近3年的大港交流班，也有不少伫台湾的香港人并不清楚这个机构是伫做什么的。就是打电话去求助，举办各种，比如说座谈会啊，法律的一些也会有的。一般上的门槛其实相对上过往来说，其实没有这么高。雇主呢，他们都对于申请工作证这个事情，这个手续非常的繁复，聘请的那个意愿会变低。香港人不知道，那往外跑的人。他在这1年期间困难的一个状态，各种跑来台湾的人背景其实并不是很清楚，的确有一些国安的担忧，这个是比较是台湾政府也需要比较谨慎的地方。香港民众想要移民来台湾，有投资专业人士、移亲就学甲创业者途径，也过台湾政府愿意提供协助的同时，又爱防范中国渗透，申请的条件就更加需要考虑。不同的目的，我们当然会。给予他们不同的这个协助，人力我们永远钱不够了哈，那所以我们结合了很多的社会团体或者是已经定居的人，哦，他们愿意介绍他们的这个生活的经验。詹志宏讲，陆委会甲促进会会继续协助来台湾的香港的民众，伫申请甲适应环境这问题上，甲相关机构来沟通，帮助香港人伫台湾好好生活定居。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甲交通部长王国材等人，昨昏去基隆港视察，对疫情了后观光的复苏，郑文灿讲伊是真有信心，而且讲今年希望会当达到600万人次的目标。不过学者就建议讲，游客落船了后，相关的游览甲消费，这配套嘛是爱规划好势。不少国际观光客坐游览船去基隆港靠岸，落船看台湾宝岛的风景。不过最近这3年，世界邮轮整体市场在疫情期间衰退83.8%，加上台湾边境解放的时间较慢，从去年10月到今，游客数量有大大增加。行政院副院长早起去基隆港视察，讲对观光业有信心。因为5月24号到达200万人次，7月21号就到达300万人次，所以我们预估下半年。一定可以达成600万人次的目标。礼拜基隆港有停2只大型的观光游览船，包括地中海鹰耀号、高时代沙伦纳号，总计上济会当载6800多人。不过旅客落船了后，除了会当去台北市区甲北海岸耍一天，有一半的人拢选择留伫基隆。要怎做好观光的配套，增加游客落船了后的消费，才做爱思考的问题。地方政府对于邮轮客的一些友善服务设施，包括资讯提供，包括交通的接驳，或者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国际港口，对于这种所谓短程，也就是我们讲的计程车的一个服务行为，都会给予训练与建议。基隆港务公司观察，疫情了后，较车花、较探险型的邮轮比例有增加，挂港甲靠港的旅客比例嘛有加悬，对在地观光经济有帮助。学者建议，当地政府对客运车招人客，拢爱适度做稽查甲协调，互观光客对来台湾佚佗有更较好的体验。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边境开放了后，来咱遮佚佗的外国人嘛愈来愈多。桃园机场捷运公司就发现讲，日本甲韩国的游客坐机场捷运的人数变较多，所以为7月24开始。桃园机场捷运到站的广播就会增加日语，也有韩国话。那外国旅客听到这个新的措施，是拢真愕乐。
타오르안 HSR 스테이션, 고텍스 도행駅, 타오이안 고속철도역。除了原本的英语，汤机场捷运的到站广播，为7月20日开始，会先增加2种外国的语言，分别是日语和韩语。机场捷运是表示，边境解封了后，发现在机场捷运的日本人和韩国人变较多，所以就先增加这2个语言。那我们有发现说，日本跟韩国的旅客还是搭乘机场捷运的主要的乘客。那因应的这样子的状况呢，我们公司在 A1、A3、A8、A12、A13，还有 A21跟 A22这几个重点的车站，我们在之后会增加日文跟韩语的车站的站名的广播，来服务我们日韩的旅客。针对这个措施，外国旅客感觉也真好，因为更加方便，而且不是每一个旅客拢会晓华语。安尼听到广播的时，就知影要到站嘛。I think if I hear Japanese, I know where I go, and I think visitors understand more easily to go where. Yeah, I think it is a good idea because I think 中文 is little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人蛮好的，怎么说？不是每个人懂中文汉字吧？根据观光局的统计，今年1月到4月来台旅客有162万人次，其中韩国是第1，日本是第2。机场捷运是表示，未来若准有搁较侪其他国家的旅客来旅游，嘛无排除增加其他语言的可能。记者柯嘉山、郑准佑台北报道。咱台湾从2020年开始，已经连续3年人口是呈现负成长。根据内政部上新的统计，台湾出世的人口数，2025年时阵也有21万3000人，不过续落来就一直在减少。今年顶半年敢若剩6万6000多人，按算今年全年出世的人数可能无甲13万人。虽然遮侪县市拢有推出生育相关的补贴，不过有家长甲学者是认为讲，除了补贴以外，也有整体环境、甲囡仔的教育等等无共层面的因素，才会拢爱考虑。天气热，未少家长带囡仔出门佚佗，不过台湾的少子化问题愈来愈严重。为自2020年开始，已经连续3年人口负成长。收入也好，或者是有爸妈或者是家人的帮忙带，才比较可能。公托也要抢得到，不然私托1个月2、3万。当然补助会有补贴一点，不过教育费其实说实在的才是花费最高的。内政部统计，台湾出世人口连9年落半，2015年有11万3000人，了后每年拢一直落，到2022年只剩13万8千人。今年顶半年，阁只有6万6000多人，可能和全年出世人数无到13万。在安尼数据当中，中华县的表现是袂歹。有家人会一起帮忙，双薪的话是一定够啦，消费也没有说到很贵，报户口2万块。用县市来看，顶半年的初出生率6都当中是新北上低，全台上加青的县市就是中华县有7.69%。不过在大环境的物价悬、低薪水的因素，就算各县市政府有生育相关补助，对生育率帮助也无大。经济的因素只是个必要条件，没有这些经济的诱因，生育率还会跌得更凶。观念必须要有人带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去啊，对台湾来讲根本不需要有外在的任何的威胁或战争，自然而然就会自然亡了。专家指出，补贴政策不是影响民众生囡仔重点，除了经济因素，是不是带动生囡仔观念，佮妥善解决照顾教育这个问题，才有机会找出解决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桃园的警方找一个13岁少女来协助因办案，要来将性犯罪的嫌犯给查出来。结果警方煞是4甲7，这个嫌犯竟然把这个少女性侵害。即马桃园市警察局决定把分局长也有侦查队长拢记过来处分，也让2个侦查队员是照伤害等等的罪嫌来侦办。桃园市13岁少女配合中立警方协助警方做诱敌，引出嫌犯。所在警方监控之下，互嫌犯带上车性侵，引起各界批评，认为是违法不当警察。
面对各方的指责，警政署要求爱严格纠正，同时警局决定严处纠正。迄时阵的分局长、侦察队长拢记过处分，2名侦察队员记过处分，改调行政警察，搁照伤害罪、废除职务罪嫌纠办。本案已严重影响警誉，从严就责。时任分局长钱景坤督导不周，记过1次；侦查队长林国基督导不周，记过1次；小队长吴建民记过2次；侦查组陈昭庆记过1次。勿枉勿重会从严就责，包括连带责任，强化他的训练，包括法制面的一个训练，这个都是会加强啊。迄时阵的桃园中立分局长、即卖大东县警察局长陈金坤表示，会面对调查，桃检是分他案侦办。办案人员他在办案的时候一定要遵守法律的正当程序，是不是有违背法律的规定啊？检警他们都有分案在调查当中，他们都会依法处理。检方强调会确认相关事实，甲法律适用来调查清楚专案是毋是违法的情形。警政署又表示，会透过教育训练加强警察法治观念，要求遵守定时正义，避免再犯。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看有民众去桃园的台北感觉甲受刑人会面，却是偷用手机录影，而且佫甲受刑人的画面传去网络顶。因为出现违规的情形，所以台北感觉决定禁止探监3个月。针对监所的人员是安怎无发现，嘛无阻挡违规的行为，嘛进一步来做调查。到台北甲探监办理会面的画面，直接伫网络上出现，也写下用只要10分钟冲过来，规条路全部抢网顶，就是为着要看你。随后，伊佫伫个接见室摕手机翕受刑人的模样，佫再上网，这做法也引发关心甲注意。我们对于该民众给予停止受理办理接近3个月了。做行人的部分，我们会做另外一个行政调查，他有没有违反相关的规定。这个事件发生伫2日，台北家讲，一般探监的违法太样，大部分是使用手机也是器材翕相录音，也是使用暗语，也是用手比的。有监所对着接见，袂使用手机有相关的广告，接见室也提醒民众毋通违规。因为进前外一家的制度引发社会关注，这个探监的违规事件也引发讨论。很多不当的举动，然后我们就说我们什么义正风骚，这个也是这样奇怪。后面的时候本来就有一些相关规定嘛，一直提醒说不可以带手机，不能拍摄，这个举动感觉上就是非常的幼稚啊。维安所有画面流出来，台北家讲，因为这个探监的人翕的时间只有短3秒，监所人员当时才伫其他窗口伫执行公务，所以讲第一时间并无发现。会检视当时的监视画面，追查人员是毋是有疏失，依法来追究责任。记者综合报道。伫高雄坐运的美丽岛站有真大棚的玻璃艺术装置，不过昨日确实有人乌白弹钢珠啊。地属2号出口甲3号出口的强化玻璃是拢闭起。警方接到报案，伫对面的大楼随掠到一个姓吴的嫌犯。3角的玻璃碎甲亲像蜘蛛网啊！高职人员以3透早到现场巡看毁损的状况。高雄坐运美丽岛站出口真有名的大型玻璃艺术装置，22暗时10点外，互人用钢珠啊射击，造成2号甲3号出口分别有2块复合式强化玻璃出现壁损。双层的强化胶合的玻璃，所以表面第一层破裂的话，内层还是安全的。因此出入口目前民众通行的话是安全无虞。那我们已经通知相关的玻璃厂商，会尽快的在今天对现场的施工方式跟更换的尺寸进行测量。高职站长巡检的时阵发现报警，警方到场判断，钢珠啊是对面大楼射出来，顺线伫大楼9楼查到5岁嫌犯，并找到 BB 枪甲气瓶。嫌犯互掠到了后，表示是因为找头路无顺，才会对房间的窗啊对外射真侪发钢珠啊发射警示。警方于现场发现吴男精神状况不佳。经了解，为吴男求职遇瓶颈，心情郁闷，遂向窗外射击 BB 弹发泄情绪，现场无人受伤。
附近涂骹透早阁留有真侪钢珠仔，美丽岛站伫人车拢真侪，中山中正路口，万一若车着经过的人，也是去机车，后果不堪设想。专案会以公共危险、毁损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高裁嘛向嫌犯要求修理等费用的赔偿。记者陈环武、陈宪坤高雄报道。伫高雄有一间农场去互21个员工投诉，若是环境无卫生，对动物嘛真歹，害真侪动物破病、受伤，甚至是死亡。动保处昨昏去稽查，认为动物的健康是无问题，不过确实是有部分的动物的脚蹄受剪了无好势等等的问题。目前是已经要求业者来改善，若无就会处分，甚至是撤销执照。最多用民警对卡无经验工作人员要加增加，结果加伤心，煞受伤流血。高雄一间动物农场，互人投诉空间无够，环境卫生也无好，饲料甲水有水汽或者是变色。很多动物都具有皮肤病的问题，然后以及这个指甲过长，然后环境肮脏这个问题，然后反映多次，主管都是忘记这件事情，或者是每次都是给我相同的回复。除了真侪动物破病，以前员工表示，引导到外来和片养关做伙，也互引导互护士的养弄伤，也个控枪，互送回车告示。动物会受伤的话，不是刚好瞬间看到的话，没人敢确定。这种东西的话，我们真的不敢随便乱讲。但是受伤，我们会尽我们的能力去照顾它。其实农场自年就互动保团体验出违法展现关动物的环境单调者问题。以前员工表示，园区内底问题真多，高雄市动保处23下晡也到场稽查，因为动物健康拢无问题。那个梅花鹿剪指甲部分，还有剪指甲，比如说这个方式对不对？我们到时候会请他来说明。第二就是说，针对那个就是羊驼，它背后有几个伤口，这怎么造成的？这部分我们也会请他来说明。动保处表示，请业者说明动物受伤疑点，若无会处罚，后续也清查园区内底动物品种甲数量，确保业者无隐瞒伤病动物数量。记者综合报道。地方风上头，咱来看家己推动中小学培养艺术甲美感的课程，以新港、水上，也有阿里山等等6个乡镇来做主题，互学校办课程，希望互囡仔会当了解在地特色，也有故乡的水。带大家做伙来看卖。囡仔一个用锤仔来制作原住民的手背布，边仔阁有大人甲囡仔用擂布来体验擂茶。家己县的图书馆在时啊举办美学成果发表，来自新港、溪口、水上、太保、环路甲阿里山的学校，唔但等咱学生设计在地特色，嘛规划体验课程。我觉得孩子透过这样的课程，他慢慢的觉得可以发现说，原来自己的文化或者自己的工艺也是那么的美。那慢慢的也可以让孩子可以带出去，让其他更多的人可以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工艺之美。好省，为什么？因为一直卡着好省诶。家己县教育处表示，这个配合教育部艺术甲美感的深化计划，计共有3年。今年是第1档的成果发表，希望透过课程甲活动规划，让学生囡仔更加入捌家己的地理特产甲人文风景。让孩子们参与这样的活动呢，可以认识嘉义县在地各式各样的特色，认识阿里山上那个族，然后还有一些他们自己的文化特色。太保市跟溪口乡有人染，这是我之前完全不知道。学校结合在地特色，让学生透过实际参与来发展艺术课程。家己县教育处指出，3档的计划，唔但希望会当替家己县18乡镇找到在地特有的美学课程，嘛让囡仔透过这个内容，深化对在地文化的认同。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伫台南的旧社区，原底有真侪条溪，不过因为都市开发的关系，这个溪拢已经封砍起来啊。有的溪甚至有300年的历史。所以台南在地团体就呼吁讲，要甲这个挂线互开。然后台南市督发局最近是打算要伫咧福安坑溪掀开一段来正做示范的点。大道龟仔甲土沙伫咧溪内游来游去，这种景象已经真罕的会使看到。这是台南旧社区的其中一条溪，对清朝保留到今有300年的历史。
或者福安坑溪。那当前在地有真侪团体倡议，甲府城的溪流拍开，最近总算有进展。廉市都法局有争取到前瞻计划经费，打算要甲福安坑溪路边段加做一个示范点。我觉得是 OK 啦，只要做稍微的规划一下，都是好事。它的水是有自然出水，而且水是非常清澈的。我们可以看到里面非常清澈，而且我们从后面这里钻进去的话，有发现有泥鳅、有头鲨，然后当然还有很多大肚鱼啊、孔雀鱼之类的，里面的生物很精彩。福安坑溪得到补助计划，要加做示范点。真侪团体听到这个消息，拢足期待。不过，客无看挂毛民众过路安全，希望爱有配套措施。但是，社区大学的研究员讲，拍开挂除了会使让大家亲近水资源，嘛会使呈现历史水文的重要性。机打开来非常的好，然后只要把安全措施配套做好，应该就会很不错。取得大部分市民的一个共同的认同之后，我们才会做后续的处理。所以也许未来它是透过开盖的方式，或者是用其他方式的来处理，后续来做一个平衡的一个方式。明年是台南建成400档，为着要呈现台南古城的优质景观，都法局拍算办4场工作坊。7月21第2场要互各界人士来讨论，相关单位才整合大家意见，让台南的溪流恢复生命力，挖进台南人的生活。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台湾原住民传统号名的方式，每一族是拢无啥共款。外面会甲内湖高中即马举办一个展览。专工来了解原住民号名的意义，咱做伙来了解。原住民号名方式甲汉人的无同，有陆凯、本论、排湾原住民血统的母语表示，伊的名是遵照排湾的方式来号的。后来原住民同学也指出，透过这摆的活动，了解号名意义，嘛通了解无同族群的文化。我觉得其实就是算蛮开心的啦，就离乡背景到这里，然后还可以感受到家的温暖，这样就是很开心，然后也可以就是多多的向这里的人宣传我们自己文化的东西，就是觉得很有意义。这次看这个展，我觉得自己心里是感到非常欣慰的，然后让我觉得有一种回家的感觉。然后如果你们有兴趣，也可以过来看一下，赞。把家己名找回来，就是对家己族群的认同。台湾原住民传统号名文化展早起伫内湖高中开幕，现场有原住民号名的由来，也有原住民因为政治因素，机器人改过几若摆名的故事。原民会主委是表示，这个活动去年就有举办啊，因为反应是真好，今年就继续办。伊也讲，伫台北市区有学校主动表示要办这个展览，实在是真难得。我想在内湖高中来办特展，它还有另外一个很特殊的意思。虽然在校内的同学不是很多原住民，大部分都是一般的学生。但是透过这样的特展呢，可以让更多的同学了解原住民的传统命名文化。那我相信对于我们的整个多元文化的这个交流会有更大的帮助。内湖高中的校长是指出，后来本地都有办真侪多元的活动，包括本土语言的学习，也希望透过这摆的展览，学生佮有社会大众，通对原住民的文化有更较深的认识。记者柯家选曾准佑台北报道。体育，伫南美洲的特有种安第斯蠅，嘛红做是目镜蠅。红仔册主角柏林顿蠅，都是照目镜蠅的模样来创作的。不过，真实的世界当中，目镜蠅的栖地去互人类霸占去，因常常会走去食人饲的种生仔，全来去互拍死。最近，哥伦比亚有农民就提供土地，互因生活，变作是目镜蠅的保护者。咱做伙来看卖。伫南美洲国家哥伦比亚的钦加萨国家自然公园内，一只安第斯蠅当地散步。大家可能毋捌听过安第斯蠅，但是根据安第斯蠅的模样所创造的佩丁登贝尔柏林顿蠅，毋但有出红仔册，有拍作电影，就连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在生的时，嘛捌邀请佩丁登贝尔去白金汉宫啉茶，就知影这只蠅有偌红啊。但是事实上，佩丁登贝尔的原型安第斯蠅，即马煞是面临绝种的危机。安第斯蠅是南美洲特产的一种蠅，因为目睭的边啊，常常有生一寡白毛，看起来若亲像挂目镜同款，所以嘛号做目镜蠅。
而且因的面底是即马全世界唯一留落来的一种底面型，因为生存的环境去互人类占去。安迪苏蠅有时会走去食农民种的农作物，也是食农民饲的精生啊，所以就会去互人类杀死，数量愈来愈少。Registrado oficialmente individuos asesinados o cazados retaliativamente porque se comen el ganado, se comen los animales, pero pues los datos oficiales están muy por debajo de los datos reales. 为着要保护安迪苏蠅，哥伦比亚保育团体想出一个计划，因为哥伦比亚是全世界第3大的咖啡生产国家，农民若是愿意放弃一寡土地，让安迪苏蠅伫遐生活，因就会当得到真侪款甲种咖啡相关的补助。而且参加这个计划的农民所种的咖啡，会当用安迪苏蠅咖啡这个品牌的名出口，因为是代表一种保护动物的品牌，会更较受到消费者的欢迎。目前已经有10几个农民加入这个计划，总共捐出400公顷的土地，让安迪苏蠅来生活。Esto nos llena de satisfacción ver que con el café, con el proyecto de Cuidamos el Oso, de que muchas personas se enamoran de esto. 今年37岁周年，唔若放弃一部分家己的土地，嘛甲科学家合作，伫树林内装卡梅拉记录安迪苏蠅生活的状况。根据卡梅拉翕到的影片，因为生活的范围扩大，安迪苏蠅就较袂过去甲人类发生冲突，会当伫自然的环境中慢慢啊生团，早一日脱离绝种的威胁。记者甘为恁朋友。咱来看另外一种真珍贵的动物，澳洲就有种怀氏海马。因为因的生态地消失是强要断种，所以澳洲政府甲学界合作，伫海底搭边啊，互因生活，而且佫野放350只的海马落海里，希望因会当伫大自然内底顺利生态。第一年海蟹无久进前被发现有几若只大虎鲨掉伫鱼网内底袂顶袂动，长水人员用真大气力，用刷也是用手，甲伫因身躯的鱼网扭开，至少互3只大虎鲨重回自由。大虎鲨是世界上体型上大的鱼类，即阵已经互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做容易消失的动物。伫相关资料保护，也澳洲东部海域第一位怀氏海马，将海马近年来数量大减，其中雪梨港伫2008年到2015年有半数消失。新南威尔斯北部沿岸更加695，原因甲栖息地互人类破坏有关系。为了挽救这种濒临消失的动物，有关当局甲学界共同合作推动培育计划，用亲像学育索诺达的铁架种方式为海马来打造新厝。Yeah, so the hotels are made out of metal, but over time they accumulate with the natural marine biofouling. So the metal will eventually corrode away, and essentially it'll leave behind a small semi-natural reef, and this will allow the seahorses to inhabit it into the future. 长水人员真细致，将塑胶袋内底4只海马放进去海中，互因伫雪梨港这个特别为因打造的海底旅馆展开新的生活。It was really fantastic. We were able to release over 350 seahorses here into Chowder Bay. And these are endangered white seahorses that are going out to restock the wild population here. 海马是种特殊的鱼类，因也是地球上唯一有工的来生育后代动物。保育人员讲，因有一个特色，迄就是无胃，会用观察到因规工一直伫食。保育专家希望因回归大海了后，用继续一直探视落去。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7度至33度。风台就要来啊，提醒大家都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